基本三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拢知影讲鱼仔的身躯有鱼篮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兰，老安兰第五条。读兰这是读白音，兰就是鱼仔或者是白汤拖这类的动物，表面看到角质或者是骨质薄片组织，有保护作用。那蛇，咱讲是蛇兰，那鱼仔，咱讲是鱼兰，买当讲是鱼皮壳，嘛有顶达相连的意思。这个文音读做鳞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拍兰，这个意思就是把鱼仔鱼兰拍掉、烤掉，嘛人讲是扫兰。第二个词就要读做鱼兰车啊，这是一款皮肤病，患者皮肤因为胃毒病毒产生病变，生一粒一粒的肉油，亲像是肉粒啊，咱讲是鱼兰同款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卖鱼仔这头家实在足拼死咧做，拢已经去挖到鱼兰车啊，抑搁伫咧卖鱼仔拍鱼兰，人客替伊足紧张，苦劝伊赶紧去互医生看，讲到趁钱有数，性命爱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兰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鳞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